迄个放喺阿姊妹伊哋應該會記得人個名誒。基本應該係來到呢桃園嘅河川教育中心，然後出接返喺到河川教育中心。人講可能會本來是上嘛，係按講嘅味噌。迄個就來看看啊，基本應該都迄個哪裡，嘿。从你也是，出去聊到痛困，其实唔记得我讲呀结尾了。唉，今日嘅影片就到呢邊結束，大家記得天山天野分享留言。2個禮拜過後，我記得來哦，跟阿姊妹再嚟聊。